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定来讲做工课都要认真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课工课课读课的课第三条。有的地头读做课，或者是读做课第三条。读课这是读背音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的课，就是文章的意思。做文章，古早讲是做课。另外读文章，咱讲是读课。一篇文章就是一篇课。那即马咱讲工课，意思就是工作势头或者是事情。这个文音读做课，字典解说课本地意思是国库收入的组税，或者是讲秀才准备的考试。也毋过咱现代较常用到的意思就是部门，像讲公务课、业务课。那一个课的主管就是课长。另外咱现代讲到课，这个意思就有进度、计划、学习过程。像讲教科书，咱讲是课本。那教科书的内容就是课文，老师上课内容是课程。那学生囡仔去学校读册，就是去上课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工课，头前咱讲到工课意思就是工作势头或者是事情。第二个词读做功课，意思就是学生囡仔下课了后，回去厝内爱做的作业。另外佛教徒早暗爱念经念咒，咱嘛讲是功课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学生囡仔逐工下课爱做的代志，就是要注意检查联络簿，看老师敢有派功课。若是有，就要尽力完成。这就是学生囡仔基本的功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课，这是文音；另外背音读做课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